嗱，在一個經節，在馬太福音11第6節，耶穌講：係咪人唔係灰心對我，係咪人唔係反對對我，都係最快樂嘅人。但係呢，因為一個反對耶穌，甲灰心對耶穌，表示嚟講係個反對錯一個人類嘅做。嗱，呢個羅馬書10第13節樣講到。因為到係咪人寫上帝、寫耶穌基督都得救嗱，但係咪講得救呢？因為到是個人類攏總都跌落罪惡嘅方面，所以是個做都係咪做到錯嘅方面，都係咪跌落罪嗱？你跌落罪是個人類嚟解決，人類嚟用各式嘅方式嚟解決，都解決唔到。嗱，單講都係上帝嘅設計，嚟下到世間出世，按到耶穌基督，就是跟人類一樣，佢14143日因係佢復活，嗱，佢個單殺上帝變人嘅係佢冇罪，就能夠贖一個人類嘅罪。嗱，相信上帝是個得救，所以是個唔好灰心對上帝，唔好反對上帝。阿門。